日期7月29號，天天讚美神禱告文。聖經經文：而家我尼布甲尼撒讚美尊崇恭敬天上嘅王，因為佢所做嘅全都誠實，佢所行嘅都公平。咁行動驕傲嘅佢能降為卑，但係以理書4章37節。哈利路亞，讚美主，因你係榮耀尊貴嘅主上帝，上天下地嘅大君王啊！我主耶穌基督啊，你就係萬王之王，萬主之主。拯救我嘅主，你救我脫離死亡嘅驚懼，我要稱讚你嘅聖名，並以讚美你為誇勝。萬神之神，萬王之主，你就係以色列嘅上帝，從亙古直到永遠，係應當稱頌噶。全地都要讚美你，榮耀嘅天父，以色列嘅上帝係應當稱頌，直到永遠噶。耶和華啊，尊大能力、榮耀、強盛、威嚴都係你噶，凡天上地下嘅都係你噶，國度都係你噶，並且你為至高，為萬有之首，豐富尊榮都從你而嚟，你都治理萬物，喺你手裏有大能大力。叫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，我嘅上帝啊！而家我稱謝你，讚美你榮耀之名，信實嘅主啊！我要稱謝你，從今時直到永遠。感謝主，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阿們。